各位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感谢主。啊，互咱有这个稳定好气，互咱有这个机会去一遍来见包师。伫这礼拜中间，我牧师啊，为啥经历着迄个死神啊，甲迄种个感觉上啦吼，像圣经里讲的吼，拢忽然间来，忽然间来。拄好伫个拜礼吼，拜礼啊，迄个拜礼啊，迄个胃肠炎啦，胃肠炎，我是毋知胃肠炎这么严重啊！规个安尼吐骨流啊，规拢流了，佮吐了，但是迄是慢慢安尼，到尾安尼，我甲牧师讲，感谢主，我巴肚拢袂疼，这就是胃肠炎的现象吼。我本来食物件拄掉这面顶这个所在会疼，所以我觉得胃肠炎迄个现象爱互咱知影一下吼。我先做有这个机会，互咱知影，咱拄掉的安尼吼，拄掉你食啥物物件落去，咱感觉拢无消化，巴肚安尼拄掉，到你暗时要困，到你发作起来，开始夹，一半段这巴肚面顶这个所在会疼，足疼。就去感觉要吐，就个呕的吐骨流，到尾一边规个拢吐了，巴肚才袂疼。感谢主，我甲牧师讲，感谢主，无安尼，因为你规个拢变做水嘛，拢流，你会虚脱嘛，你会感觉我强要昏落去安尼。我甲牧师讲，我爱去急诊，叫无话，反正过恢复起来，规拢流了，巴肚才袂疼，才好困，天光才好困。才开始安尼，当安尼好困者。第二天就去找医生安尼。这是好难料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到半暝忽然间来到，你拢无注意。我今日读这圣经就有感觉，忽然间的，你嘛唔知影，当你嘛唔知影，继续讲食饱饱安尼你继续讲食物件食饱饱安尼，安尼足好个安尼。结果是，有迄个地沟迄个歹运，我感觉今日要讲这个物件有无？原来是咧歹物仔伫内底，就积掉的。所以感谢主安尼，互我经验到即种个有。所以牧师来讲，牧师无定咧讲，牧师嘛是啦。一个小朋友，我牧师来讲，牧师安尼会放着哦。主日的小朋友，我甲牧师看做伊是毋是？牧师嘛，牧师的。迄个有限，牧师的迄个共款，甲咱拢共款，有迄个欠缺的所在，有迄个无完全的所在，所以咱毋则讲爱用听，三角来服侍，三角来体谅，三角来互相会当体谅，互相宽容，互相帮助。所以这就是牧师伊经验到这个。反正是咱今日读的圣经有伫你困的时阵。忽然间，你今日可能牧师要讲这个，咱大家就会当去经啦，搁另外听代志。我伫个5月最后一天，你接到这个消息，我的也推荐去新人医读册，即摆伫个中华中会迄个沙六9的刘天章牧师。忽然间受上帝甲惊掉，忽然间，后来知影伊什么消息？心肌梗塞，暗时，因为讲伊搁咧主迄个去主持迄个家庭礼拜，家庭礼拜，结果伫个外面透早的时阵心肌梗塞，所以上帝甲掉，这是我听一个惊一跳。伊安尼人真臃肿，我甲伊定来甲伊开会，甲伊做伙，是甲我推荐，我甲牧师聊推荐去迄个合新行业的牧师，我咱是讲介老心肌梗塞，大家咧想讲种伊实是一个真重的上帝的罗卜，拢伫个全部拢伫个迄个中华中会。所在伫安尼部分，就是足毋甘嘛，上帝就安慰牧师有甲因的
伊有一个囡仔，一个查某囝，一个囝，吼，就我一对，吼。啊，我的囡仔吼，细汉拢哪会看，伊个囡仔吼，拢细汉看我的囡仔，讲我的囡仔拢，啊，伊迄个查某囝拢足爱照顾，家人甲家己拢互伊照顾，吼，拢互伊安尼看，真是真唔甘，吼。啊，不过咱毋知上帝意思，吼，啊，愿上帝安慰，吼。所以咱茫袂记，吼，我说嘛爱搁倒转来，吼，爱搁倒转来，茫袂记，今是上帝所设立之，所以咱就安怎？欢喜快乐，因为咱是啥有信心嘛，灵魂得救啦，信心灵魂得救，茫袂记。所以无说搁讲倒转来，你困得起，你就爱感谢。所以无说有定爱甲讲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吼，上帝搁互咱有活命，咱会当困得起。咱就通啊感谢，才能当心三个人面对。当然，陪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有稳定甲听啦。我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神。就你放在遐无伫阮的中间，你的灵也偏偏干啥个，是吧？啊，阮将迄边时间交代你的手，互你的萝卜所讲甲听，拢偏偏对你的。啊，你感谢基督，拢上个借出道命来求，阿妹。我伫遮共款，咱顶一届吼，迄个咱讲到即个，我来较紧。咱顶个讲到迄，咱这罗马书吼，讲到罗马书，伊规个思想的中间，上帝伊甲上帝拯救相像的一个字，但是相像无相像的字，但是伊的意义拢共款，啊，所以拯救甲义，会当连做伙，上帝义甲拯救甲上帝义，这是一个比赛啊，耶稣基督来到地府，咱要这条义，嘛是要透过耶稣基督，咱要讲做 good。要食最好，所以你莫想者。我说你安尼解说圣经哦，我讲咱有当头先牧师咧讲啦，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哦，甲我今日要讲的，当你要用心灵来体会，啊莫想者，真单纯你甲想就好。你人上帝义到底义即个义到底是啥物？我常咧讲，就是上帝的好嘛 ，good， 啊上帝好，你要安怎食最好？因为人袂当食最好。那你要讲最好，就是要靠耶稣基督。啊，所以透过基督，互咱讲最好；啊，透过基督的拯救，互咱会当讲做一个永远活的得救。所以义甲拯救，这个是比赛啊，就是比赛是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。啊，叫比赛来讲，上帝义也啉到，所以讲做人的礼物，有无？咱圣诞节有无？咱讲。礼物嘛，上帝互咱礼物就是伊的独生囝，耶稣基督，很有了解。所以你圣经你免想有的，啊，这学者讲讲，伊的主人就是上帝，有无？上帝，啊，对象就是他，啊，效果就是救赎，有无？透过耶稣基督救赎，你的条件就是伊爱你做啥物？你毋是开啥物条件，是信，你只要信，信就要得救。OK， 内容是啥物？基督成做人的义。啊，这个基督就做人的义，你就要去研究，你就要去追求，到底基督是啥物？像咱讲做人的义，啊，你若参考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21，你甲抄起来，啊，你登去看，基督要安怎做人的义 ？OK， 我咧在讲啊，上帝是在于啥物款的上帝？伊对人有啥物要求？照着福音的性质甲内容，才会当显明出来。咱怎显明这个字眼？伫圣经内底啊，像咱定咧讲无，咱定咧讲显明，这足要紧。虽然有当时咧，甲咱咧查经有当时你要解说物件，有当时夹附伫种迄个咱的有限，你毋知要用啥物来解说上帝？人的有限，所以有当咧讲即个物件，你着爱注意福音的性质，gospel 迄个福音的性质甲内容。
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哦，好消息，哦，啊，才会当显明，才会当显明，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，有无？借着伊的囝，你会记得牧师咱咧读圣经有，借着伊的囝显明伊本身，哦无，所以牧师你讲啊，而且讲福音的性质跟内容，才会当显明出来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有无？来显明出来，但显明就是启示，就是你强调上帝。借着福音的啊传播，哦，你等下倒三角。你后边遐，好，我标注了哈，6记哦 ，OK， 显明，哦，就是启示强调上帝的，借着福音的传播，而且呢，福音的传播。啊，不停，一直咧传播，彰显出来。我咧听现在咱咧讲耶稣基督传福音，传福音是咧传播书，是咧在讲耶稣基督啊啦，耶稣介绍互你明白。所以迄小元哦，苏元杰伊牧师咧甲讲，啊，你着爱先捌即个耶稣基督。主耶稣是啥物款的？是上帝的囝。上帝独生囝，为什么上帝要将这独生囝收属咱世间人？哦，为什么上帝要将这独生囝牺牲伊的生命来替赎咱？哦，这有伊的足要紧的意义。所以福音传播，我所以讲就是咧讲福音。啊，福音就不停伫遐咧讲，伫遐彰显。啊，这个字的规约是真重要的，显明，哦，显明。那保罗先生伫遮佫指出福音就是上帝启示，啊，这启示上帝伊个拯救的义 ，righteousness 哦 of salvation 哦，就是拯救上帝拯救的这个义，所以伫上帝拯救的义的背后，伊去显明人的罪，而且显明出人的罪出来，啊，透过安尼，互咱知影上帝伊的受气，总是。也知影上帝伊的救赎，伊的独生囝。啊，这个义的拥有者是啥物啊？这个义到底这个义，伊本身迄个是到底是对倒是出伫啊啦？本于性，本就是出嘛。哦，这个本就是出，本意就是出伫性，到伫性。哦，就是哦。表示对神出来，啊，伊的神最根最本，所以咱呢神这个神哦，最要紧哦。基督教来的这神，所以咱常来讲信仰哦，这个神最要紧哦。教伫神，你讲啊，教伫神，教尾即句有啊，咱今日咧讲的17节嘛，吼，17节你看牧师若咧讲你17节，一直咧信佢。始终信教，一直信佢。哦，伊无伊的法度无改变，就是讲信的迄个来源对上帝来。哦，起点是在伫上帝，啊，归伫上帝，有无？所以，起头甲落尾，有无？对起头甲落尾拢是上帝。哦，所以，教原文就是啊，重点哦，字。到什么？哦，到原文的意思是重点的意思，所以信是一个出发点，是一个根基，也是重点。所以最起头一直到落尾，拢是信。人若离开了信，人永远无法度享受上帝的义。所以希伯来书内底讲啦，讲你得爱啦，你得爱相信，你得爱人若无相信有上帝，啊，拢免讲，一口拢免讲，有无？你一定要信这位上帝，啊！你若无相信，无相信就拢免讲啦。所以你来听到你，第一点你内心得要有这种的信，啊，然后你相信了再去求证，就咱咧算迄个求证有无？内心你假设哦信，有这个上帝，啊，然后你再甲求证，啊，所以这个信对咱来讲重要紧。所以咱若无信，永远无法度去享受上帝迄个义、上帝good。啊，这就显出信心
信心是信徒生活的开始，哦，信心嘛，哦，是信徒生活的开始哦，好，信心。所以，你的生活中，咱无定在咧讲，啊，你的信心偌济，啊，到底你有信心无？啊，你听到你听遮久啊，啊，拢惊无着紧，啊，大家拢惊，未前要就惊了，啊，你表示你的信心嘛无够，哦，你就是无出伫迄个完全的信，完全的信靠，哦，这是最要紧哦，所以继续落去，一直到尾，哦，当你向伊这个方法早伫规约哈巴谷第2章第4节，安怎记载？就是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。哈巴谷最后本来有几啊后壁无书会讲，所以作者引用旧约来保证伊的论证。啊，这个旧约经文变成罗马书的分段的导引。你看第1章甲第4章的主题是咧论信，哦，啊到第5章甲第8章咧讲起活哦生哦的主题。啊，第9章甲11章嘛是咧讲信，哦啊12章甲16章搁咧讲活，所以信活。所以安尼就构成规本册一个大纲，啊，所以啊，咱哦 ，good man 哦，好个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，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，这哈巴谷规约到尾啊，甲规律讲做点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信是拯救的一个动物的一个闭关。所以犹太人伊的这个经典内底，伊的塔勒姆内底，哦。摩西伫山顶所接受的10条诫，但必将伊归了11条。你看诗篇15篇，你甲归了，都有11条哦。后来以赛亚佫改归了做6条。哦，你看以赛亚33章15条到16条。啊，米迦佫甲归了做3条。你看米迦书第6章第8节。哦，你若比你小啊抄者，哦，啊，甲伊看者。你看第3章就对甲拢有讲。哦，啊，所以后来以赛亚佫甲减2条。56章，头前是以赛亚33章啦吼，啊到56章佮减做2条，啊最后哈巴谷将伊归纳做1条，就是讲义人要因为信来活，因信，所以你看我伫咧保罗先生伫咧第5章、第4章开始咧讲因信称义，有无？因信称义，啊所以你要看伫这个到尾哈巴谷。归纳做1条，你看哈巴谷第2章第4节就是咧讲1条，头先1条，义人要因为信来活，到尾变做1条，哦，咱拢要因为信来活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表示，既然称义的人要伊的信心来过生活，哦，受称义的人要用信心来过这个生活，哦，啊，这就是第1节吼，罗马书这个。到17节啦吼，拄啊，咱今日拄啊讲了吼，到17节，第1节到17节 ，OK。啊，咱今日进入咱第2个部分，牧师要而且要咱讲的这今日吼的这个主题，迄个讲题甲主题吼，牧师而且讲起啊，咱啊近来吼，足侪迄个黄毛的，有咱台湾啊，特别莫讲近来啦吼，你若讲为较早到现在，吼。出地黄毛，啊！咱定下咧讲假东假西。哎呀，所以伫咧马太伫前开始就甲你讲，甲你讲，你着爱细腻啊，阴性啊，啊那羊啊，披着豺狼的，披着羊皮的狼啊，有无？伫咧马太，你讲马太一开始就甲你讲啊，耶稣你耶稣讲的，一开始就甲你讲，你着爱细腻，哦 ，OK。咱今日经文吼真长啦吼，啊当然，后阵迄个小学就是读时间直接甲迄个翻过来，吼翻过来，吼不要紧。当然，这个到底而且咧讲这个马啊，这个白字应该是读做皮啊，哦皮乌的话皮话皮啊，哦毋是皮啊，那是皮啊。哦，皮啊，哦，所以是皮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知影愈是文明的时代，啊，你黄毛啊，愈是愈来愈侪多，哦，啊，坐手，咱台湾特别是更较厉害，啊，然后坐什么物件，啊，就开始就啊，中国吼，即个中国上厉害，
哦，迄山寨版的有无？哦，迄机啊，迄苹果的啊，哦，山寨我嘛去买一支啊，我去买一支啊，啊，共款会录的，安尼会录的，只是讲啊，无遐敏感，会共款会录的哦，安尼共款会录的哦，啊，若你甲点落哦，等规部人佫会故障啦，哦，佫会故障，啊，迄个山寨版，啊，但是伊。甲迄个苹果就是苹果电脑内底，伊的所有的即个，咱在苹果电脑内底，我伊机啊内底，伊所显出来的拢共款安尼哦。真正就是安尼山寨版的机啊，啊我机几千块啊尔，啊两个号码，会当用阮两个号码伫内底，啊迄就是山寨版的。啊你机啊甲跑去共款即个苹果电脑，这是苹果电脑正版的，你知？啊正版的内底，啊你山寨版内底拢共款。伊内底迄个标记拢共款，拢做啊一模一样啦。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哦，你足厉害啊！迄模仿随模仿啊，足厉害。听讲苹果伫咧中国大陆哦，迄苹果店哦，伊讲迄个另外迄粒另外哦，佮甲用我无啥相像安尼尔。哎，安尼嘛咧仿啊，你也想看卖？无，咱苹果是安尼中啊是其颜色是讲迄个小可无共安尼，所以你就知影讲足厉害。迄个仿冒吼，所以你当有利通好度的时候，哇，不得了吼！所以迄个做皮啊、甲皮啊、哦、甲皮啊的一个披露。啊，这个皮啊是做事人吼，伊当时这做事人因咧落落的中间，因咧真努力咧伫遐咧种作，啊，因上界安那惊的一种，是会使讲是种的咒诅吼，啊，即种的杂头，啊有迄个。有哦虚的一个毒脉，我捌去中东也看过。啊，你只要马啊，到底互你看，你忽然间看，然后到底是马啊还是皮啊？你只要分袂出，分袂清开始，分无啦，分袂清楚，要讲，足相像的。啊，所以耶稣只要讲这譬如，就是当时的有伊的背景。所以，咱咧讲这皮啊，就是毒脉，啊，初期这哦足相像。哦，拢分辨袂出来吼，反正已经讲了。啊，当你发芽了后，才开始慢慢哎显，慢慢显明了。所以是讲，我这甲这主人甲讲，这部人甲主人讲，啊，较紧甲考起来，讲慢听袂，今日考唔对，哇，因为足相像啊。啊，你若无发到大长起来哦，今日全考唔对，含好的时候考掉。哦，啊，我唔知。要做你讲这譬如，当时你想无某一个方面，你夹不住，某一个你无法去想象，但是，咱要那个去，我说即话咧讲这个，你得用心灵啊，用心灵来思考。要说你讲这个譬如到底是啥物？有当然无说讲了无完全，你家己晓个，毋望上帝能帮咱吼，啊，发芽了较容易，啊，迄个马啊、甲皮啊、迄个筋啊吼，拢伫做伙。哦，就是伫做伙，啊，你甲挽掉，啊，做伙挽掉，啊，所以可能做伙挽掉，哦，抠起来，好像你读的迄字叫做抠了，哦，啊，你若汉字本的看无，啊，你要怎撸啦？迄个你可能读做撸了，哦，可能读做抠，啊，第二叫做抠了，啊，抠起来，哦，啊，皮啊甲马啊足相像，所以有代人称即个皮啊叫做假迄个马啊，啊，传说即个马啊，迄个皮啊吼。这假即个是伫咧大水以前的迄个败坏时代开始有的，啊有毒性，啊听讲会麻痹，互人啊危险安尼吼。啊，今仔日的印度听讲人讲啊对着迄个对顶吼，上界可怕威胁就是讲啊，要甲你的，要伫你的田的内底甲你压即种的皮啊，哦，这是上界毒的，啊所以。伊当时对这个有一个处罚啦，吼，规定，哦，袂使安尼做，哦，那安尼做的人要甲你大处罚，啊，所以你头一摆听到这个譬如的家己人拢真清楚。所以今日最后所讲的譬如，至少有3个假使，咱三个来思考啦，或者地主，哦，地主，咱每一位地主拢有一定的区分啦，就是亲像有权有拥有权，迄个土地拥有权。哦，地主，就咱发现大保护，叫拆掉的，啊，伊迄就是地主，就是伊嘛。啊，你甲它拆掉，伊有一定的迄个土地嘛，哦，
就是地主。啊，即譬如中间地主用家己的土地，伊感觉重要，伊充分的利用，准备土地肥去整理，到伊安尼大丛安尼即个马安尼甲种落安尼足骄安尼种伫即个所在，伊安尼一年所忙啊人，得到安尼哇迄个收获，当然伊会当得到相当的回应，伊伫遐努力嘛，伫遐肥伫遐管学是咱茫袂记，这以外是上帝上帝，这拢是上帝上帝。所以我对连着牧师安尼上帝有人甲调伊啊，我知影我听讲伊最近我有看到伊最近就然后伊拄啊办退休退休了哇，上帝是甲休息，当然咱毋知上帝意思是啥，当然这中间上帝到底煞伊世间的路苦，伊去有哪只？所以对这个代志你会晓了解讲，真正人的生命是上帝，你人袂熬的，有无？牧师甲牧师讲，咱人袂熬，人要安怎？人只有靠上帝。所以我早起我也青年存一个，而且伊内部有代志，我讲，我甲迄少年迄上细汉的，我讲，我甲勉励，我讲你大个茫谈恁才会去安尼，一定爱遵守上帝的教示。莫讲你下晡你甲下晡有代志，你着爱来敬拜了再去做代志。上帝才来，你要爱上帝甲你守护。这而且拄好有即个例，即个 case 拄好咧甲讲，我甲勉励啦，甲鼓吹伊一个人，我也勉励讲，你敢着一定爱甲其他人拢共款。虽然你的环境背景无相像，无好的环境，但是你爱讲，我后摆我起来，我绝对袂甲阮朋友，绝对袂甲阮厝人讲，我要有好的信仰，我家己要有好的信仰，安尼敢袂使？对不对？你大个要有好的信仰，敢袂使？逐礼拜听牧师咧讲到，你袂改变嘛？牧师咧甲你讲，你照上帝教示安怎去行，上帝安怎甲你xử哦，我嘛甲伊讲，我教会一个咱这信仰的前辈，你看，你会当去比较，为什么人安尼做，为什么伊安尼做，为什么人安尼，为什么人安尼？有咧照起工，有咧认真侍奉上帝，实在敬拜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安怎大安怎甲带领，安怎甲侍。你若无咧照起工，你去比较，所以袂慢嘛，袂慢。人着要安怎开始改变你本身？你即马开始，我即马开始我要安怎？我即马开始我要安怎做？当做一个改变。每一礼拜听牧师咧甲你讲道，听牧师讲道的中间，你伫喺提醒的中间，你敢袂晓想要对一下对，我即马要安怎？我即马照起我逐礼拜要照起工，我逐礼拜要安怎？我无论伫奉献、伫侍奉、各方面，我要照起工安尼，遵照上帝教示安尼来行。所以来讲，你就讲咱教会，我有当时讲咱教会，虽然但是你我上帝拢会陪伴咱，来帮咱咱，来甲咱对咱的教会，安尼，虽然咱是一间弱小的教会，但是上帝拢伫这暗中拢会陪伴，拢会甲咱保守，拢会甲咱支援，拢会甲咱上帝拢咧陪伴。你想看卖，这是活我的上帝，敢毋是？经验上上帝，所以信仰是用嘴讲，你要去经历上，要去经验上，经验上，所以咱知影，所有拢是上帝，万袂记，不是你的啦，拢是上帝。所以咱常常袂记，一切拢是上帝所有的，因为这歹常常伫咱的身躯边，咱家己拢无知觉，咱这歹常常伫咱身躯边，互咱无知觉陷入迄个罪的中间。有当时无你，像头牧师咧讲，食毋着，歹腹肚，你即马你拢毋知影，到底这歹腹肚到底是安怎来，你嘛毋知影。忽然间发生的，你忽然间去外口有影，所以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毋茫袂记，咱做一基督徒，咱做上帝囝儿甲做伙，你得足细腻。通常这个课题做牧者人较无爱讲撒旦，较无爱讲撒旦，因为有个人听到尾讲到撒旦你拢要逐项拢要落撒旦，你知道无？
感冒你也要偌7担，啊啥物你话啊什物你也要偌7担，我来去中东，我牧师来讲一个经验嘛。我一个行医行灵魂的一个牧师啦，因为我是牧师伊查某。我一个人咧感冒，啊冒去祈祷，祈祷迄个人完全爬袂起来，祈祷一下愈食力，全爬袂起来。即摆你也去看一个看迄种叫看迄种叫人咧牧师，人拢去看迄传销，去看啥？去看人咧卖葡萄籽啊！伊讲，这牧师拢去咧卖迄五常，伊甲迄看做五常。种人到迄传销咧看迄传销的迄工厂啦吼。我人逐个拢走啊，干你佮佫伫遐咧看传销。我问你一下，传销毋是五常？圣经讲啥物？啥物叫五常？你若伤过头 over， 你看迄个物件赢过你的性命，迄就是五常啊。圣经咧讲五常的意思是安尼啦，一定有意思，毋是讲你，所以你看迄个物件，咱是甲看来到中东你所在即个葡萄籽是较早咱圣经有无？你写圣经咧，迄人因的背景就是真个葡萄籽，咱买着因的迄个什物咧拜啊，咱摕顿啊，毋是要甲要拜，咱是讲即葡萄籽，看即葡萄籽，你是一个葡萄籽，你的头壳莫去来想讲，这真像世俗人有无吼？死个人，你敢若死个人，你当作神有无？这样我。听了足侪人呐，买即个，我说来讲者，拄仔这讲，要烧要火化，紧闪哦，要啥物倒？你嘛教人咧看紧闪，那世俗人啊，世俗人伊甲伊个祖先，伊死个人当作仙啊、神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你的观念爱改，你的观念唔对。牧师你来讲，你的观念嘛唔对，你的信仰拢唔对了。你为什么还佫停伫迄个较早你还未听到你进行迄个观念？你嘛甲恁的亲人当作仙啊！你紧走，你做仙啊！紧走，惊迄个迄烧着。人了伫上帝啊！牧师常咧讲，咱是为着我的人，死的人咱无法度，死的人咱有法度哦。我来讲，牧师人使讲的，哇！我咧看几多，牧师较厉害。我来看机啊，内底啦，我比要升更较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观念一定要改变。上帝啊，哇！你我将来上帝嘛甲你讲，你要，圣经嘛讲要用火烧有无好诶，甲烧掉，要用火烧，这是足普遍诶代志。所以但是咱了有一个观念，毋通当做种那较譬如讲，你去上帝遐，你行东行西，佮行好烧着吼，叫紧闪安尼，要啥物倒？我毋知你要啥物倒。OK， 毋通袂记的，咱着爱会记。你的观念一定爱改变。你无改变就是安那，就是陷落伫罪中间。有啥物来讲？这是足严重的代志，因为你都要佮受迄个限。头先牧师佮讲倒转来讲着圣经一句话，保罗先生伫咧罗马书所讲的话，你要佮受安那，受辖制伫内底，你还是被受制在，就一个人啊，甲你逮伫即个人啊内底，佮甲你夹掉，你无脱出去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你得爱了解。所以你问你不要讲含义，所以人想讲啊。亚罗迄个好品质的经济啊，都毋是歹的。人袂去想讲，家己长期陷伫迄个罪中间，人无法度去想同安。我今日我食去我食，哇！昨昏我忽然间哇，这无好诶，哇！有当时咱的罪是咱不知不觉哦，咱家己毋知影去染着迄个罪，所以你着爱珍惜。各方面，所以基督徒讲来操练啊，敬虔有无？敬虔，操练敬虔，操练什么？所以你也要上帝面前爱说你，无你咧讲话，无你咧创啥也好，行道好，拢得爱足细腻对无？所以群来到上帝面前，你着安啦？伫圣经内底嘛有讲啊，有无？
较减讲求地位，啊，也爱叫你安啦。所以这点圣经内底有写嘛，进到上帝的殿，你要给少说话，多听啊，多去思考啊，定定啊去思考上帝的维护甲价值，啊免讲求地位，啊免。就是人伫遮，啊心拢无伫遮，有无？心拢伫别位，安嘛无路用。啊，所以你这是圣经上帝的价值甲咱讲，啊，所以哪有人家伫这中间，所以迄个派伫个眉间压落。咱这眉间，所谓的眉间压落，就是讲你无注意的时阵，有无？你困，咱遮人咧困当面，无输你讲，啊，你拢我大概人目睭紧起来，我看你。过迄边，我讲我紧起来时阵，拢你困啊，咕咕叫，你也毋知我活过来你这边啊，所以我昨我困活过来这边，我甲拍起，我即摆伫你这边，我开玩笑，我无输你，我即摆伫你活过来你这边啊，因为伊咧困啊，当面伊也知我活来活去，伊都毋知影啊，啊所以，我说你讲安尼知。所以，伫你唔知影的时阵，有无？所以就是你暝间，你咧困的时阵，圣经伫遮嘛甲你讲，有无？伫你咧困的时阵，有无？唔知影的时阵，你咧困的时阵，有无？圣经上帝伫遮甲你讲，有无？就是告你，咧困的时阵，咧睡觉的时候，汉文是讲，好像在田里提示人睡觉的时候，就是你困的时阵，唔知影。就是所以暝间压落，这歹的真，伊种咱来讲很恶咧，对不对？趁咱无注意的，趁咱唔知的，有无？来甲你，所以无说你意思咧，甲你讲，你来足细哩，有当撒旦，撒旦，头拄仔可能迄个小朋友伊读册出来爱细哩38章，38章。这产地的世界，好正就是天国之主，就是上帝的囝。迄个皮啊，就是迄个歹爷的囝。比如讲撒旦的囝，上帝的囝啊，撒旦的囝。上帝的囝，迄个皮啊是撒旦。迄个皮啊就是歹啊，恶者就是撒旦的囝。所以咱有当时咧讲无几啊囝，无几啊囝有，上帝囝无几啊囝，但是这是咱伫遮咧讲啦咱对无信的人，咱来作细哩，无信的人要安尼讲无几啊囝，你听伊讲安尼，恁信上帝人就较了得，我拢无几啊囝，恁拢上帝囝，有无？你信无听到迄人就来甲你配面的，所以你传福音毋通只有过去。所以讲，你就爱会了解，你传统音望就有过去的，你要改变，你讲啊，足细哩阮只不过比你较大声明白这个上帝，你甲阮共款，拢是上帝的囝，你就只不过阮比你较大声明白这位上帝 ，OK， 但是你袂使你都无几啊囝，你甲讲一个，我甲你讲一世人，免想我要对你 ，OK， 但是无说咧解决这，你家己用心思去想，所以你遮伫个迄个歹伫个暝时，困你趁你困的时阵，忽然间，你有当你无注意，所以无说要讲咱做基督徒爱足细腻就对了咱不得不忍受迄个罪苦楚，但是安尼咱要安怎？做基督徒免听，有无？咱定来讲。这是主为什么要到这个世上，一个重要紧的原因啊！有无？有无？咱拢免惊。为什么亲自步入迄个各各他的道路，做完全的牺牲，成就了救赎的原因？即摆讲到教义性的物件。搁较伫个这上天的进程，甲这个问题讲，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。头拄仔无说讲这个福音 gospel 报的消息，这耶稣基督上帝囝，你想看卖？伊带来啥物？救赎家啦，good 义嘛，有无？咱要安怎食做称义？因为你信过耶稣，
透过耶稣上帝设立的这个独生囝，啊，这是我咧查经迄个罗马书底下所讲，是上帝设立，你要安怎讲做good？我说来讲，咱人无法度家己讲做好，你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上帝这个独生囝，啊，所以咱伫遮讲这个福音部分，甲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福音团队，一直咧讲，一直解说。因为这普地的主已经完全啊得胜，所以咱做基督徒的人不要紧。哎，你有犯罪有无？你有得罪，你有做到罪，啊无注意犯到罪，安怎罪不要紧啊？因为主已经完全得胜，是普地的，所以你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说你替我祈祷，就是，无咱在天主教的信徒无，是安怎后来。你卖迄赎罪券有无？这个原因就是后来变做你咧卖赎罪券咧敛财。这个原因就是讲，因为你要下罪，啊，你要叫神父替你祈祷。啊，其实咱今日这时代也共款啊，有真侪人感觉家己无亏咱，伊来找牧师祈祷，哎，牧师来你祈祷，透过耶稣基督下你的罪，毋是牧师下你的罪，你毋通袂记的，因为牧师偌高，透过上帝罗卜。哎，替你祈祷，透过主耶稣基督啊啦，救赎你，下你的罪，人袂记，主已经完全对，所以无搁留罪恶任何地步。所以你像圣经内底有一个所在啊，你讲啊，撒旦真像好西安呐，你走找啊啦，吞食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拢啊，佮甲你讲啊，毋通啊啦，甲魔鬼啊啦，留啊啦。留地步啊！你有大家拢留地步伊啊！啊，大家拢可以甲你控诉啊！撒旦拢甲你控诉啊！你是偌安怎啊？啊！你爱趁较济钱，你无趁这啊！你著食袂饱，穿袂少啊！你管伊啊！教会要安尼插操伊啊！咱撒旦会甲你遐咧，会甲你刺插个啊！啊，你留地步伊啊！啊，你毋知要安怎讲啊？因为你无完全过当，你无完全真正信靠。当你没有完全信靠上帝的时候，哇，去了，就是留地步，我撒旦有空帮人个哩。所以啊，听咱，哦，你就知影主安怎听咱，哦，所以保罗讲着，头先我要讲，保罗伫咧罗马书第8章，你现罗马书第8章29、22节，保罗在安怎讲？这个受造的物是咱。犹原毋茫脱离迄个败坏的辖制，有无？败坏甲咱啊，亲像头先牧师讲，甲你关伫迄个，或者败坏海甲你关了的，会当享受上帝今日自由的荣耀，有无？咱毋茫脱离即个啦，会当享受今日上帝今日的迄个自由的荣耀。咱知影一切受造的物，包括咱所有。做伙咧啊，劳苦、讨气，一直到今仔日。这是保罗先生啦，这是啊保罗先生写这种话。保罗先生伊咧描述咱人，有无？我是保罗先生，伊长期面对一个种人，伊也体会到一个困难、甲困境、甲艰苦，所以保罗先生写一句话，足恰到好处。伊足深深知影咱人的困境，有无？咱一直到现在拢一直咧讨气，一直受着压制，有无？受着关伫即个内底，咱拢一直想讲要脱出即个，有无？要咱得到自由，会当享受即个自由。保罗先生就是咧描写这个，会通讲，咱犹原伫遐咧讨气，咱犹原伫遐咧劳苦，一直到今仔日。哦，对不对？你看咱家己看家己有啊，真侪人，哎，有一个人其实本来一定要脱出，伊会当脱出，伊阁袂脱出嘞，伊又还阁伫遐咧，哎呀劳苦，阁伫遐咧啊，一直到今仔日，这就是信仰，这就是你我去做你啊，去试着。对啊，可以。
哦，所以忘袂记，一直到今仔日咱游玩还佫安尼，所以对始祖阿东夏娃有等于这犯罪了有地受咒诅，人也受倒因为劳苦，佫失去喜乐。哦，所以忘袂记，咱信仰所有人都无共啊，有无？对阿东夏娃到现在，咱就是安尼，但是只是无共，但是咱就是爱啊，咱无共啊，咱因为咱有信仰所以我说无人讲你要有喜乐，哦，咱脱出这个瑕疵，有无？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，哦，所以人只有啊，伫耶稣基督内，才会当过一遍成做主人，哦，这过一遍你会当成做主人，你毋知，哦，会当成做主人，啊无你当甲落在，我你是主人，你已经遐信上帝。虽然说你注意看圣经内底，耶稣讲啦，地面甲一切所有的权柄，我已经互你啊，对不对？甚至你会当啊移山倒海。我最近咧看圣经，看到我拄仔咧讲这，对啊，我咧现圣经有看到这个圣经有。但是耶稣佫甲你讲一句哦，讲你会当安怎，但是恁唔茫讲为着讲你会当赶鬼甲啥啊来欢喜。耶稣甲你讲啊，你著爱为着记你的名记伫天顶来欢喜。有圣经有这个所在。我咧讲圣经安尼，你有理解？耶稣甲你讲，我已经将这个权柄，有无？你会当赶鬼，你会当医病赶鬼，这权柄意思讲，你会当甲这受你会当甲，但是你唔茫欢喜，唔茫讲伊安尼哦，你足够，不是？你著爱安怎？为着你的名会当记伫天顶来欢喜，安尼才对。哦，毋是，有人讲哇，你足厉害，哦，你会当赶鬼医病做咧，所以你得注意圣经上帝的，所以赶鬼医病毋是足厉害啊，哦，毋是足厉害，是足好。本来上帝就互咱有一种的，赢过即种的，哦，所以你著爱会记，你已经是啊主人，毋是路的，哦，你已经会当安那。有即种的权柄，有即种的上帝互你即种的气力，哦，所以你袂使安尼，大家拢我听道理的，看到你安尼，逐工哀吼我问你一句啦，若听道理要安怎听道理？叫你听道理，拢听道理，拄到你拢大家哀叫我，会使听道理，毋是安尼，听道理就是赢过所有，所以头先讲主甲咱赢过遮，所以做伙享受上帝伊所赐的即个福分。等主搁再来，伊的事工才算完全。所以咱在伫进前，耶稣啊，搁在这里，最后做伊家己也证，一直甲受害死，就天到悲上帝这边，才明明所有问题啊，继续去传福音无也证。啊，主也是咩款的正义？伊就是也了天国的正义。哦，有就是咱今所接受的，就是咱上帝囝，哦，咱。因为安尼，成做被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哦，忘袂记，咱拢是上帝囝儿甲查某囝。第二点，敌人对敌，人咧困的时候有对敌来将即个皮啊，甲压伫即个杯啊内底就走，咱茫无解，毋是地主无小心，伊无尽力，已经尽伊所有的亏难，哦，伊嘛准备好的土地，伊也真小心选择好的品种甲压落，但是这无是。敢袂是圣神的工作？圣神伫罪人的心中所动的迄个工，压落迄个福音的经济，毋是共款，有无？圣神也不是压落，看你要接受。哦，圣神定咧做工呢，定你拢拒绝无要接受。哦，所以主伫这个时候真明确，迄个亚正的敌人，咱拢着爱，咱拢曾经经历迄个初信，哇，迄个反对的。加伫咱身上迄个压力愈来，甚至信成做安那，哇！互人甲你攻击的一个对象，有无？所以咱听道理，一开始要听道理就是安尼有无？咱在座可能咱足侪人拢经验着有无？恁兜的人若一半无信的，拢为着你要去信，我甲你极力甲你反对啊，甲你种叫安尼，所以迄个，就是经过即种的，即种的挣扎。所以迄个对敌也不是咧
找空找房啊，要甲你破坏，要甲你破坏。哦，啊，你就要坚强起来，啊，去面对这种的条件，安尼才会使。靠主耶稣，所以有真侪福音受大的迫害。哦，今日真侪虽然无大的迫害，也有小小的，哦，恁也有小小的疏忽，哦，哇，迄在的，哦，所以你哦非常体谅哦，你若无小心，小可一条螺丝无好势，啊，你就会让人在的，哦，所以咱袂使啊，想要掉以轻心，咱爱啊，有咱爱让人大的悲剧哦，悲剧哦，所以信仰就嘛是安尼，对你迄个空中的掌管者，哇，你若无小心，哦，你若无小心，你若留地步的，我跟你讲，伊甲你吞食，哦，一波一波安尼甲你侵蚀掉，一波一波安尼甲你食。所以你逐步拢要做事，绝对袂使留迄个地步。哦，伫咱的四周围，咱的兄弟姊妹环境，咱拢会去看到去拄着。我真正伫咱的四周围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咱拢会，所以咱就爱足细腻。哦，所以真啊，你甲咱啊，你甲咱讲价。哦，啊当然这做牧者人较无爱去讲这个，因为你讲这较有当讲啊，撒旦咧甲咱讲价，甲咱哦，你又啊，逐工惊啊，有要惊伊。其实做牧者较无爱讲这方面的啦，较无爱讲这个部位。啊，总之你无讲我袂使，因为有当时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哦，足无小心就对了。哦，啊有当时不经意，有人讲我忽然间，我就我说啊，忽然间哦，一念着伊拄着哦，哀叫啊。有当时就是安尼啊。哦，所以这撒旦伊哦，伊找空，就是一直要甲你。一直要甲你救去的，要食做伊的囝，你听有无？撒旦一直要找工要，互你莫做上帝的囝，天国的子民的。啊，你拢啊毋知影，所以你就要足细腻。伫信仰的顶面，你安怎操练经，安怎操练你本身。我所以咧甲你鼓励，你爱追求，哦，你来听爱追求啦。哦，你来查经，你来读圣经。一定要读圣经，上帝为最要紧，你绝对一定要追求。哦，咱的中集啊，咱看咱大家拢来查经的大部分拢是咱的丢落，执事嘛共款，执事拢爱细腻，因为执事要食做丢落嘛。啊，伫这过程的中间，你若无细腻，你就去撒旦甲你食，有无？歹习惯啊，足侪个，你若无咧细腻，啊，足侪，啊，你就到尾啊，哇，你要哪食做上帝器具，就无法度。所以你就要足细腻吼，撒旦也不是你就爱去吼，假冒者，一定是对着迷信或秘密，也咧秘密的经济，这关系到底是啥物呢？哦，咱会使讲啊啦，以假乱真啦，哦，会使讲哦，足假就对了吼。有当时啊，好像真假，你无法分辨，哦，但是虽然发现啊，这萝卜啊，要甲猜出来，要甲啊，甲掰起来，哦，要甲抠掉。但是主人甲因讲，到熟了后才会当分辨，免得含迄个正品也受牵的。所以咱伫信仰中哦，有当时咱你甲我如人，我来讲，这是足事实的，我会当体会这段经历，你毋知有体会？安怎讲？我拄着定咧信仰无正确的，你知无？拢感觉伊足牛，你听有？啊，你若歹势，只甲吐头啊！你若怎么起到就佫甲你反对的，啊起到就甲你种样，啊到尾啊吼起伊就佫带别个人，佫甲你牧师意见无合的喎，啊带就做伊带去别位，啊起伊就甲你安怎，你听有意思？啊所以你袂使伸手甲掰掉，你听无？掰一甲掰掉，啊就害啊，啊就佫发生足侪代志。我定不是拄着伫教界，定不是拄着伫教我咧无会叫，定不是拄着。我定不是我爱无数人爱强调爱讲，我咧龙岗教会，咱的兄弟姊妹足侪间教会，拢走去龙岗教会，我袂爱足侪咱长老教会出身的。我花岗教会最近一个青年要带因阿姑嘛是。讲啊啦，我顶下我捌讲的，走来走去，到尾我同意到，感觉哦足赞啊！你要哪甲伊讲？
啊兄弟啊，你迄唔对啊，你迄遐哦那个，伊个爱屁面受气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有当时，安怎咧？伊圣经内底上帝咧讲这，我会当去体会。我啊，慢听袂，你慢听甲坏掉的哈，无你含要证明人家受牵连，哦，无你看嘛，含要证明有人去互牵去的有。我就讲啊，你含你四正的人啊，听伊啊，你甲无输人啊，两个人拄啊，牵的就去啊，你看嘛，哦，都牵去啊，所以你就了解，免你证明啊受牵连，所以就是讲因有一股的热情，大家哦，哦，我明明看到这个有的人真正啦，讲啊，无错啊，伊这观念无迄啥，你无啥拄个无啥正确，你看，你真正袂当哦。所以助攻者也爱问路面对这个歹假冒哦，因为假冒假啊足假，你听，假啊足哪真诶，无错来讲，迄电视有遥控产品的有无？啊，我就是去买个，毋是迄索尼的，毋是索尼较俗啊。哦，啊，你看看最近，因为我看啊，到尾迄声音嘛，存到倒一台声音无去啊，啊，存到倒啊，但个赶快遥控产品的啊，哇！所以你讲像那索尼，变成有品牌，哇！你外口足个够害啊，啊，我毋知伊传到遮哪来啊，哇！有人安尼啊，自认为是牧师啊，自认为是传教者啊，家己就封家己啊。啊，即摆就讲到迄间教会，就讲伊安怎对啊？即摆对圣经捌捌的哦，啊，就去开始徛起来就讲啊，你知？迄自会所拢安尼，自会所啊，感动着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哦，兄弟姊妹，你着安怎拄安怎？你甲听听有影圣经讲的啊，啊，叫你来10分之一的方面啊，伊嘛照圣经的教师讲啊，伊无啊，无照样，拢是有足个行为，有足个伊的观念思考，哦。啊！你有当甲圣经解说乌白解说对，感动。我咧讲感动，然后你感动，你看瞎子摸象，伊感动啊，然后前面摸象，啊摸落去叫骹就是要一支锤啊。伊的感觉毋对伊啊，对不对？伊感觉伊是锤啊。所以咱就会通伊个，所以对这个假冒，你就爱吞入去。好好安那甲处理，毋是像冲动安尼甲拗啊，哎，因为伊也是上帝讲完全实现无雕的一环就对，伫这过程，这 process， 这过程的中间是就，那么好好甲，啊对边啊好好甲帮忙好，哦，但是要，我是牧师是有意无意，我会甲你讲，我会讲你迄毋对，然后我牧师会直接甲你讲啊，你这无对哦，啊若足严重啊，我会直接甲你。搭一去，我会讲毋通安尼，哦，啊若无甲遐尼严重，我会甲你讲啊，迄袂要紧啊，迄袂要紧啊，佫陪会当互你过，但是你到迄个真严重的代志，我无甲你讲袂使，你做迄个啦，你我讲我拄着安尼，你伫迄个做迄个个别性的中间，哦，啊真正有人甲撞出来。撞出来，人迄上帝遮啊，甲迄种从来要行咧，啊人咧做礼拜中间咧，哦，隔者我落去啊，我啊是咧吼，我无安尼哦，我无咧用行咧，啊伊甲伊当做仙呐，哦，要甲拜伊吼，我就叫伊 out。我讲，即个就是伫迄个什么紧急的情况下，你着爱做一个，啊不得不无法度的代志，啊无你的误导咧。你会误导遐个会友呢？你会误导信徒讲啊，牧师用阮安怎？啊，牧师那个你袂要紧，啊，大家拢袂要紧，啊，凊彩后壁就害了。OK。圣经41章，咱就要读圣经，你41章，甲注意甲看。41章安怎讲？人主来要找见伊的属将，有无？天使有无？你将一切有无？就是天使嘛，有无？吼，要将一切叫人跋倒甲做歹。对伊国来甲挑出来，甲拣出来，啊啦，迄诋毁，烧掉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。所以，这也是真清楚咧，甲咱讲，发誓我，圣经就伫遐足清楚甲你讲，伫
伫个世界，世界大势也要安尼有无？这是伫个第几章？伫个40章有无？40章所讲，世界终末就是要安尼，所以你来清楚，所以清楚指出到尾结果。但是咱台湾是一个仿冒东西，咱向往去仿冒别人的制度，要给咱那个工业升级缓慢，有无？所以主要说，为什么用阮皮啊、甲马啊做伙大的？有时咱平常一骨力性，食做一个，要食做一个性格的教育，所以咱的教育啊，一定诚做一项题。今日咱面对这个难题，这是一个难题，咱能重要紧，我是要甲你讲，有人来讲，成长于咱今年的主题上，成长于关怀。你是爱你家己成长，甲家己去关怀，毋是爱别人去甲你关怀啊。茫袂记的，兄弟姊妹，咱用这地方是讲，咱家己要成长，咱会晓去关怀别人，毋是咱互别人来成长，家己叫别人来甲你关怀。是安尼，兄弟姊妹，咱家己，所以咱毋通家己正做一个假模样。咱在过一遍你诠释。咱在圣经也爱去诠释，爱去解说。有当有一人无解，有一人无法度理解，所以你就爱去诠释，爱去解说。你佫爱去解说教会是啥物，教会的本质是啥物。有无？所以无说捌讲讲座中间捌甲因讲过有无？有无？教会特色有无？教会特色是啥物？你爱了解，啥物叫做教会？使徒、圣徒，啥物叫做教会？所以你来去了解，所以佫一遍咧诠释，佫一遍爱去将迄个正确的到底什么是信仰，正确的信仰的观念是什么，教会迄个本质到底是什么，佫一遍佫一遍爱讲出来，爱甲你讲，你了解，互你明白，毋茫会当伫遐影响上帝所以因为这并无表示，这嘛无表示咱纵容罪恶，但是咱看清什么款歹的时阵，咱毋通什么款的歹，咱毋通明知故犯，袂当忽视，袂当讲安尼全放伊去，一旦咱知影，你要用火来烧掉。这圣经的教师甲咱讲，所以今仔日咱明知影，爱努力追求信仰。咱明知影，你爱对求上帝更较大的一个交托，但是咱往往敢若为着成一时之快。咱无让家己食做上帝所欢喜的，咱要迄个速成的啦，fast food 有无？虽然讲迄速成的，咱要食迄素食的有无？紧的，你买汉堡来食上紧，有无？咱要意思信用，无输定甲你讲，你无可能讲你今日变做一个手咧变做安怎？你伫遐斗追求，慢慢学习。我是要讲，你无来查经，我要甲你讲，你的信仰一定停伫迄个所在。你无读上帝的讲上，你永远停伫迄个所在。你一定爱努力，爱追求去查去食上帝的话，看上帝的话。你慢慢一步，你的信仰慢慢一步成长。你讲安怎？上帝要调你什么时候你唔知哦。但是上帝调你去的时阵，你伫世间你无学习到，将来你要安怎我嘛唔知。但是，无准备甲你讲，就较可笑。你就要了解，为什么伫世间上帝透过教会，透过这个要教导你，要互你教导学习这个问题？为什么？你家己想看卖？为什么上帝要教导你这种的功课？家己想看卖。所以咱毋通因为一时，咱无法互家己食做上帝所欢喜，反正食做一个假冒伪善，食做敢若有信用外表的人。会记得，咱敢若有信用外表，有无？后来家己食做信用外表，安尼就无好，所以就爱会记得，毋通敢若食做信用外表，爱实实在在啦，所以，就心怀你要紧，主要所来去分辨绵油甲山油，马啊甲皮啊，有无？迄日要经过火一般的试验，主要说要将马啊要修理切穿，有无？圣经讲咱主要所读，要将迄个皮啊修去，
咱会当，敢会当诚做正品？哦，这是一个你用心灵去思考看卖啊，有无？咱伫遐学习有无？啊，你若讲说你无学习，将来你去上帝调你是毋是诚做正品呢？上帝是毋是甲你收得切称呢？还是甲你收去？这是将来哦，咱有政治标记啊无？啊，就是上帝所授予咱公义的迄个免流啊无？哦，这是毋茫咱用心灵来思考者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，因为上帝求你帮助我，主，我要学习你的路。伫这世代，我要诚做一个正品，我要诚做真正伫天国的国度内底，你的子民，你的家己甲查某囝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了时刻的坚持关本身，无魔鬼的诡计来甲阮欺骗，阮伫咧欺了伫上帝里，主啊，我会当照住你的教示，会当欺了你来行来做，主啊。求你帮助我，无够嘢，求你甲阮补助，啊，特别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互阮伫这世代会晓分辨，什么是正，甲假，主帮助我，阮本身会晓伫追求这条路，认真追求主你的律例，主诚做阮的帮助甲路。你的面前感谢祈祷，拢上过最后所祈祷名来求。